心尊敬主最大，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。这是咱三甲内面圣诗第149首 A 调，圣诗第149首 A 调。你了主耶稣，你了主耶稣，万米你关顾，你本是神，诚做世人。主我所信仰，主我所遵从，我欢喜主做我份咯。请咱起立来敬专修。
刻我倚人主，极大慈悲。当听我做声，就会欢喜。求主引点我心内，时刻教我伫咧。我心无即号福气，你来求我来求你，请咱起立，来领选手。你是平安的源头，你是救赎希望。我即时要用敬虔、佮诚实的心，祈祷来祝福你。恳求你拯救我，脱离迄个灵性的冷淡、迄个分散，互我会当有安定的心思来敬拜你。恳求你将清气的心，听正人爱和睦，这个心愿意亲近你，定这个心拢放伫咱的内面。因为阮知影，人若依赖你，就一定永远无事。求你帮助阮会当了解你的旨意，愿意顺服，愿意学习来改变阮的生命。教会即摆有足侪事工，恳求你赐阮祝福阮，万事如头前，引带阮，帮助阮做阮的大牧者。阮知影，阮的快乐是在伫你。阮既然互你的名来做工的，你要互阮得到智慧。你嘛要补救阮一切欠缺，你要真侪阮随时的帮助，阮真心感谢你。阮也要为着身体有病痛、心灵欠缺平安的兄弟来向你恳求。特别阮今仔日要为着阮的老牧师，伊的声音来带到，伊昨有烧声，恳求白上帝即个时阵，帮保守牧师，为伊的声音会当传讲你好的信息。阮也要恳求你，用你慈悲怜悯看顾阮身体病痛。的兄弟姊妹，用大愿力来医治阮，信心的开来安慰阮，互阮会当赢过病痛，早日得到健康。至神的上帝，求你信心感动阮，用神的保护洗净阮的心，
互阮今仔日所听的真理，会当栽种伫阮的心内，会当结出好的果子，来荣光你的名，来利益众人。今日不会伫你面前，献上安尼感谢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。